你有冇試過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嘅朝早9點鐘去到落馬洲或者羅湖口岸，嗰種人山人海、密不抽風嘅程度，真係直情令你懷疑人生，以為自己去咗咩大型難民營，或者係全香港人都要喺呢一拍集體撤離咁。你望下左手邊，個個都拎住個特大號行李箱，你望下右手邊，個個都推住部擺晒車，仲有啲係一家大細，由阿公阿婆到幾歲大嘅細路都齊晒，每個人眼神都閃耀住一種好似要去打仗咁嘅光芒。而呢場仗嘅目的地只有一個，就係深圳。真係唔係講笑，而家深圳啲香港人真係多到 T 咗。你行入福騰領展中心城，或者係皇庭廣場，甚至係遠少少嘅龍娃一方天地，你閉上眼聽下周圍啲聲，你根本唔會覺得自己身處內地，因為耳邊全部都係最親切、最地道嘅廣東話。喂，呢間酸菜魚好似幾抵呀？喂，呢個排隊要排幾耐啊？個部乳雞部先至係100幾十蚊人民幣，喺香港食起碼要400-500蚊啊！呢啲對話喺深圳嘅商場入面，簡直係背景文入。香港人好似喪心病狂咁，見到乜嘢都上訴，見到乜嘢都話題。大家口中講得最多嘅一個詞就係雙非降級，但睇佢哋數貨嗰種狠勁，真係一啲都唔覺得係降級，反而好似係去咗發財咁。點解會變成咁？點解香港人寧願射馬流頓都要用上去深圳雙非？其實講到底，咪又係因為一個錢字，同埋嗰種喺香港論唔到嘅尊嚴。我哋成日話2024年係一個轉折點，但其實由2023年初通關之後，呢股北上嘅熱潮就冇停過。以前我哋講緊係50幾歲、60幾歲嘅阿叔阿伯上去潤骨食飯，但而家係成個雙非層面全面覆蓋。你見到20幾歲嘅後生仔女特登上去整指甲、整頭髮、飲喜茶、食氹魚。你見到30幾歲、40幾歲嘅中產家庭推住車喺山姆超市或者開市客入面瘋狂掃入幾個月份量嘅踩紙同洗衣液。大家口中講嘅雙非降級，其實係一種好現實嘅生活智慧。你位客喺香港食個普通嘅茶串漢堡餐，一杯通奶茶加個沙爹牛麵，可能都要60-70蚊港幣。如果你想食餐好少少嘅火或者燒肉，人均起碼要400-500蚊，仲要計埋嗰個外計加一服務費。而個服務員可能仲要面奄奄咁對住你，好似你爭佢錢咁。但係你返到深圳，同樣嘅價錢，你可以食到飽到行5月，仲要有埋爽地式嘅服務。啲服務員見你行入去，未坐低已經遞上熱毛巾同茶水，有啲村莊仲會幫你駁埋下場、支埋衫。呢種對比真係令到好多香港人覺得，既然都要使錢，點解唔去個令自己開心啲、舒服啲嘅地方？講到掃貨，山姆超市簡直係一個傳奇。你有冇見過香港人喺山姆入面嗰種喪心病狂？佢哋唔係一件一件擺，係一箱一箱咁搬。嗰啲2公升大嘅鮮奶，幾十個一盒嘅牛角包，成個面盤咁大嘅燒雞，香港人好似唔使錢咁往車入面撒。我見過有人一口氣擺咗5溜箱紙巾，我真係好想問佢：你屋企係咪好大，定係你準備用5年？但係當你睇到個價錢，你就明啦。同樣嘅產品喺深圳擺嘅價錢，可能只係香港嘅1/3，甚至更低。呢種抵到爛嘅快感，真係會令人上用。以前我哋會笑人貪平，但而家大家係覺得我成。雙非降級唔代表生活質素下降，相反好多香港人覺得係利用差價嚟提升生活質素。你用同樣嘅1000蚊喺香港可能只係夠全家人去普通食餐飯，之後就冇啦。但係你拎住呢1000蚊去深圳，你可以先去淨飯個美甲，再去潤個輪廓，中午食餐潮汕牛油火餃，下晝去唱 K 或者睇場戲，夜晚再食餐酸菜魚，最夠仲有錢剩返嚟擺兩大袋零食返香港。呢種全方位嘅原理體驗，令到大家覺得上去深圳一日，好似去咗轉內國度假咁放鬆。而且而家嘅交通真係太方便啦，以前要上去可能要折騰好耐，而家有高鐵由西九龍出發，20分鐘就到佛陀，快過你由屯門去同格。就算唔搭高鐵，有咁多條跨境巴士線，仲有港鐵落馬洲支線。最重要係咩？係港車北上啊！雖然呢個政策主要係去珠海、中山嗰邊，但係帶動咗成個北上雙非嘅氣氛。大家覺得既然邊境已經模糊咗，咁深圳就係我哋嘅後花園。但係呢種現象背後，其實都隱藏住一種香港人嘅無奈。大家成日話振興香港經濟，但係當你見到香港啲鋪頭租金貴到離譜，導致啲嘢食質素越嚟越差，份量越嚟越細，服務越嚟越簡陋嘅時候，收貨師茶係會用腳投票嘅。香港人係好閃知嘅，邊度抵邊度好玩就去邊度。呢種瘋狂掃貨嘅行為，
其實係對香港高物價、低服務質素嘅一種無聲抗議。我識得有個朋友，佢今年40歲，以前係非名牌唔擺、非高級穿着唔去嘅典型中產。佢話：我喺香港交緊幾萬蚊租，交緊幾萬蚊晒，我唔想連放假食餐飯都要俾人學。既喺深圳，我感受到自己係一個客，而唔係一個會行路嘅提款機。佢仲話佢喺深圳擺嗰啲生活白化，收返嚟嘅錢夠佢暑假帶全家人去多轉一半。呢種計法真係好符合香港人嘅精明性格，而且深圳嘅進步真係好快。以前我哋上去係因為平，而家我哋上去仲因為佢好。無論係電子支付嘅普及程度，定係啲大型商場嘅節契，甚至係啲村坑嘅裝修風格，好多都已經超越咗香港。你去啲網紅店影張相，發到社交媒體，情如有人以為你喺首爾或者東京。呢種新鮮感，對於住喺呢個生活節奏快到窒息，周圍玩夠幾十年如一日嘅香港人嚟講，真係好大嘅吸引力。當然，有人會話深圳啲嘢食唔安全啊，咁多科技與狠活。但係你睇下而家啲香港人，似乎已經唔係好介意啦。大家會覺得，只要唔係日日食，中一次半次朝都好過喺香港食啲又貴又難食嘅嘢。而且深圳而家好多連鎖品牌都做得好大，衛生標準其實都唔差。大家見到個個都上去食，見到個個都冇事，自然就放下咗戒心。更有趣嘅係，呢種北上熱潮已經形成咗一種社交文化。以前大家聚會會問去邊度食飯啊，尖沙咀定銅鑼灣，而家係會問喂，今個禮拜返唔返去啊，佛騰定羅和。我發現咗一間超抵食嘅宵夜，一齊去啦！大家會喺 WhatsApp 群組，喺社交平台分享攻略，邊間南和苑最正，邊間奶茶最好飲，邊個商場最近有優惠。呢種集體長愉感，令到北上雙飛變成咗一種流行趨勢。我仲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逆向代購。以前係內地人嚟香港數奶粉、數名牌，而家係香港人上去深圳幫朋友擺布師傅、擺喜茶、擺周黑話。你喺返香港嘅東鐵線上，經常會見到啲人手上拎住一大袋布師傅嘅肉鬆小袋，陣尾飄散成架車廂都係。呢種角色嘅互換，真係反映咗時代嘅轉變。其實雙飛降級呢個詞聽落去好似好負面，好似大家窮咗咁。但如果你深入觀察呢班北上嘅香港人，你會發現佢哋其實係雙飛升級咗。佢哋降嘅係支出，升嘅係享受。佢哋唔再願意做冤大頭，唔再願意為咗嗰啲虛無堪劇嘅名氣或者地段去支付熱卡。佢哋要嘅係實實在在嘅物有所值。呢種瘋狂掃貨同抵到懶嘅追求，背後反映出香港人有一種好強嘅適應力。當環境改變嘅時候，我哋會好快揾到新嘅生存方式。如果香港嘅雙非環境令我哋覺得吃力，我哋就會去尋找新嘅出口。深圳正正就係呢個出口。你有冇懷過，如果呢種情況持續落去，香港會變成點？我哋見到好多街鋪關門，見到以前旺到不得了嘅地契變得冷冷清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如果香港仲係停留喺以前嗰種你來嚟就嚟，唔嚟就算嘅心態，仲係靠數加一、靠趕黑式嘅服務，咁香港人嘅心同啲錢只會越嚟越嚴。其實我哋唔係唔愛香港，我哋只係唔想同自己嘅錢包過唔去。大家都係想喺辛苦工作咗5日6日之後，有一個舒舒服服嘅週末。如果深圳可以俾到我哋呢種感覺，咁逼爆深圳就係理所當然嘅結果。每個人手中嗰張回鄉證，其實就係一張逃離吉力、追求性價比嘅門票。所以，如果你問我點睇香港人個個都上晒去雙飛，我而話呢個係市場規律嘅必然結果。當一個地方可以提供更好、更平、更舒適嘅選擇，人流自然會湧過河。呢種喪心病狂嘅掃貨雄偉，只不過係大家壓抑咗好耐嘅購買力，喺一個更合理嘅地方爆發出嚟啫。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雙飛降級唔緊要，最緊要係生活得開心。如果你覺得喺深圳擺嘢食嘢令你覺得抵到難，令你覺得放鬆，咁就去啦。人生苦短，點解要為咗一啲唔合理嘅物價去委屈自己呢？不過掃貨嘅時候都要量力而為啊，唔好擺到連返嚟嘅車錢都冇埋。下次你喺深圳見到有人推住部擺士車，大聲講住廣東話，笑得好燦爛咁樣話，真係抵到爛啊！唔好覺得奇怪，嗰個可能就係你鄰居，或者係你自己。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最真實、最接地氣嘅生活寫照。既然香港人個個都上晒去，咁證明咗一件事，就係我哋香港人真係全世界最精明嘅收費者。喺呢場北上嘅大潮入面，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
有人係為咗嗰一碗10幾蚊嘅麻辣燙，有人係為咗嗰一個100幾10蚊嘅慢磨套餐，亦有人純粹係為咗去嗰度感受下嗰種熱鬧嘅氣氛。深圳嘅商場而家就好似係香港人嘅大型遊樂場。你為何喺香港，我哋經常要面對4仔2個字，行街地方窄，食飯位窄，住嘅地方更窄。但係去到深圳，嗰啲商場大到你可以行足成日都行唔完，嗰種空暢感，對於長期處於壓抑狀態嘅香港人嚟講，係一種心理上嘅補償。你喺山姆超市入面推住嗰部巨大嘅手推車，行喺幾層樓高嘅貨架中間，你會有一種短暫嘅幻覺，覺得自己好似去咗美國嗰啲大型賣場，覺得自己嘅生活空間好似突然變大咗。而且深圳嘅服務業真係好識玩，佢哋知道香港人中意乜，亦知道香港人怕乜，佢哋會推出專門專載港人嘅後衛，甚至有啲商場會安排丙妹嘅接駁巴士喺口岸直接接你過號。佢哋嘅服務員陪伴到非常捐意，笑容滿面。雙邊勾桿，香港有啲穿行嘅侍應，你叫佢加啲水，佢可能都要俾個白眼你。呢種服務質素上嘅行溝，令到香港人越嚟越覺得返深圳雙非至係真正嘅享受。咁上角，我哋都有次喺佛騰一個商場，見到一個阿媽帶住個小朋友，個小朋友喺度食緊一串好大嘅羊肉串，食到成個嘴都係油。個阿媽喺隔另一邊幫佢抹嘴，一邊同身邊嘅朋友講：你睇下喺度食嘢幾開心，喺香港去呢啲村冚，個細佬錯少少都俾人望，喺呢度大家一齊錯，真係自在好多。呢句說話我聽完之後感觸好深，原來我哋北上唔單止係為咗平，仲係為咗嗰份自在。當然，雙非降級嘅另一面係大家對未來嘅不確定性。當大家覺得賺錢難咗，樓價跌咗，經濟前景不明朗嘅時候，自然會想留多個錢喺袋，於是低成本高回報嘅深圳雙非就成為咗最佳嘅代商。你可以話呢種係一種逃避，但呢種逃避係實實在在嘅。當你用50蚊人民幣擺到一杯超大杯、料超足嘅薯果茶，再加一塊厚厚嘅芝士蛋糕，坐喺冷氣充足、裝修精美嘅鋪頭入面，玩下電話，同朋友吹下水，嗰1個鐘頭嘅快樂係好真實嘅。呢種快樂喺香港可能要花3倍嘅價錢先擺得到。所以唔好再怪香港人唔支持本地雙非啦，收費係一種甜旅，亦係一種選擇。當本地嘅商家唔能夠提供相應價值嘅產品同服務嘅時候，收費是自然會走。呢個係好簡單嘅經濟學道理。深圳嘅逼爆其實係一面鏡，佢照出咗香港目前面臨嘅分局，亦照出咗香港人對美好生活嘅渴望。我哋追求嘅唔係單純嘅便宜，而係一種合理嘅生活邏輯。我哋想喺一個公平嘅市場入面，用合理嘅價錢換取應有嘅服務同產品。如果你而家仲未加入呢股北上嘅熱潮，或者你仲係抱住一種觀望或者鄙視嘅心態，我建議你不妨呢個周末放下身段，跟住班喪心病狂嘅掃貨大軍上去睇下，你可能會發現原來世界真係好大，原來生活可以有另一種選擇。當你見到羅湖口岸嗰個大鐘，見到川流不息嘅人群，見到大家拎住大包小包，臉上帶住滿足嘅笑容返香港嘅時候，你就會明白點解大家會話真係地道難，因為呢份戀觸感係金錢以外嘅另一種價值。呢場雙非降級嘅遊戲，其實每個人都係贏家。深圳賺咗人流同雙非，香港人賺咗體驗同差價。唯獨係嗰啲唔肯進步、唔肯面對善後嘅香港商家，可能就係呢場遊戲入面唯一嘅輸家。好啦，講咗咁多，你係咪已經準備好下個禮拜6又想去深圳掃貨呀？記住帶個大啲嘅行李箱，帶部充飽電嘅電話，仲有最緊要係帶住一顆追求地道難嘅心。我哋深圳見。其實講到尾，大家想去雙非，唔單止係因為想手錢，仲係因為嗰份狗食咗嘅熱鬧感。你有冇發現而家嘅香港入夜之後真係整咗好多？以前話係不夜城，而家好多商場9點鐘已經開始落達，條街整超超。但係深圳呢，凌晨12點嗰啲燒烤檔、嗰啲酸菜魚店依然係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呢種煙火氣對於好多生活壓力大嘅香港人嚟講係一種好大嘅心理慰藉。我哋喺香港生活節奏快到好似每分每秒都要同時間競賽。返工趕車，放工趕返屋企，連食個晏都要同人搭圍，仲要被侍應催住走。去到深圳，時間好似突然慢咗落嚟，你可以慢慢宰你要嘅衫，慢慢撕你要嘅蟹。就算你去山姆超市要排隊，嗰種排隊嘅心情都唔同，因為你知排完之後，
你會擺到一大堆好抵嘅嘢，嗰種期待感同喺香港排隊等位食嗰啲又貴又細份嘅西餐完全係兩回事。仲有呀，深圳嘅電視支付真係令人又愛又恨。夠愛嘅係佢真係太方便，一部電話搞掂晒。恨嘅係佢令你覺得啲錢好似唔係錢咁，只係一個數字，你喺度嘟一嘟，嗰度數一數，幾百蚊幾千蚊就咁去咗。但係當你換算翻做港幣，再對比翻香港嘅物價，你又會覺得算啦，都係抵過香港好多。呢種心理防線嘅崩潰，就係點解大家會喪心病狂掃貨嘅原因。到咗一次，我喺皇庭廣場見到一個香港阿叔，佢一個人拎住4袋大袋嘅連鎖品牌麵包，仲要白頭掛住一袋周黑廟。我問佢，叔叔，你擺咁多食唔食得晒啊？佢笑得好燦爛咁同我講，食唔晒咪分俾街坊咯。呢度擺一個，香港擺3個啊。同你同埋一對唔住食公大，佢嗰種讚咗嘅表情真係令我印象好深刻。呢種讚咗嘅心態其實係一種心靈補償。喺香港我哋生活成本咁高，成日覺得自己嘅勞動成果被高昂嘅租金、高昂嘅物價同食咗。但係喺深圳，我哋覺得自己嘅錢終於變大咗。呢種錢變大咗嘅感覺，令到我哋覺得生活突然間有咗希望，有咗彈性。所以如果你見到香港人喺深圳商場入面表現得好似大鄉里出城咁，或者好似寶化湖咁乜都擺一餐，請唔好笑佢哋，佢哋只係喺度尋找返一啲失落咗嘅生活快感者。有人會擔心，咁樣落去，香港嘅零售業同餐飲業會唔會崩住？老實講，如果再唔求變，真係好緊煩。贈賓從嚟都係跨地域嘅，而家唔係你同隔籬街嗰間鋪頭爭，而係你同成個大灣區爭。如果香港嘅優勢只係升晒緊，而服務同性價比都餘晒，咁憑咩留住收費絲卓？但係呢種逼爆深圳嘅現象，其實都俾咗一個機會香港去反思，我哋係咪應該檢討下嗰啲不合時宜嘅高昂租金？我哋係咪應該提升下服務水平？我哋係咪應該加強返一啲有本地特色、內地取代唔到嘅嘢？香港人係好精明，但係香港人亦係好長情嘅。如果有一日我哋喺香港食飯都可以感受到嗰份尊重，如果我哋喺香港擺嘢都可以覺得物有所值，我相信大家依然願意留喺香港雙飛。畢竟邊個想嗰個禮拜6日都要排幾個鐘頭腿過關啊？大家想去都係被擅搶逼出嚟嘅。總而言之，呢場深圳熱係香港人喺雙非降級大潮下一次自發嘅生活救助。大家用最實質嘅行動去追求一個更平衡、更合理嘅生活方式。所以唔好再問點解深圳咁多人啊，因為嗰度有我哋香港人失落咗嘅性價比同尊嚴。你而家再望下嗰啲北上嘅人群，你唔會再覺得佢哋係喪心病狂，你會覺得佢哋係一群好努力咁喺度生活，好努力咁喺度為自己奪快樂嘅普通人。呢種人性其實就係香港精神嘅另一種體現。無論環境點變，我哋總會掘到屬於自己嘅出路。既然底島欄係而家嘅主旋律，咁我哋就順應呢個潮流，開開心心咁去發掘更多好嘢啦。深圳又好，香港又好，最緊要係我哋可以選擇自己中意嘅生活。如果你仲未去過，真係要上去見識下，睇下點解全香港人都要逼爆深圳，睇下點解大家會擺到停唔到手。到時你可能都會同佢哋一樣，忍唔住大叫一聲，真係抵到爛呀！